講到最近爆出着這EP診所甲人偷翕的事件，行政院長杜永泰今仔日佇行政院會調採視，要求各部會函地方政府針對牽涉文書的醫療場所，要主動查核。若將發現講違規偷翕、侵犯文書等行為，就要隨來查辦，也要避免這影像泄露出去，造成第二界傷害。大門鎖起來，爆出疑似偷翕的EB集團2里下凱高雄分店配合調查暫停業務。高雄市府是完成全市43間醫療院所檢查，查到2里2間分店疑似無經過同意，翕並將身體文書命令停止醫療業務6個月，要加群EB集團指控市府高強度檢查是假檢查真數查，市府也回應第3間加群診所內底。發現有高達133支的監視器，會調查事情了後糾辦。目前查獲愛爾利集團2家診所及1家光澤診所，疑未經同意及涉及民眾身體隱私部分，已依法處辦。他們想要去調閱一些跟這一次針孔攝影機無關的一些資料，要求我們的店長要簽名，覺得說那個跟這次的針孔事件無關，不能強迫我簽一些我不敢簽的東西。因為EB診所偷翕事件滾大，行政院長杜永泰在議會內底特別指示，要求各部會甲地方政府針對牽涉文書的醫療場所主動查核，對牽涉文書場所偷翕零用款，若是正當需求，愛負民眾同意。也檢視法規是不是需要補強。我們對於任何侵犯隱私的偷拍行為，絕對是零容忍。如有正當理由及需要，要留存錄音的影像，應該公開的來標示。衛福部也甲地方衛生局醫界開會討論醫療場所的文書規範，提醒包含禁裝滅毒器、公共空間影射監視鏡頭，也是診療室看診等的高度文書同意了應錄影。按過手術室等高度文書是禁止錄影，有教學目的，各地病人得到同意了後才能翕。密錄的這件事情就是違法，查到就是送辦。所以我們衛生局在查的是查違法的，你有沒有照這樣子的程序？這樣其實也是保護病人，也是保護醫療機構。衛福部強調，規劃在3個月內針對醫療機構的文書維護規範做執行更新，提供衛福部公辦的書面同意書範本等內容。記者綜合報道。